嗯，3个月一到位。盆子用线拉的，你别开玩笑哈！我要盆子飞回来，还拉的，我拉什么线？来盆子。怎么样？牛逼大胆冲上！怎么样？给你有线，还有线呢，给你扫把扫一扫。想学的朋友一个墨镜，多交保费啊！想学的朋友。一个墨镜，永久朋友谁送墨镜？一个墨镜，老的人说，一个墨镜永久朋友啊，不是牛逼，不是谁把你那表上都做了，给它跳一跳，这个大家看看，画一个跳一跳，哎，帽子和画一两个都在跳，帽子，它两个一块跳，画一个帽子，套上也跳，圈子套上。想学一个墨镜，哎呀，圈子套上，你要有线，我给你看看有没有线啊？圈子套上，这个圈子套上了，这个凳子还跳了，圈子套上了，看吗？凳子还跳了，圈子套上，铁圈跳一跳可以。想学一个墨镜，见这个铁圈子跳一跳。这个7，铁圈，怎么样？想学的朋友66，大家这个玉米杆想学一个墨镜，玉米杆跳一跳，转轴都是小意思，转轴跳一跳，转轴，好，转轴跳过来。看明白转轴起来没起来？转轴。
跳没跳，转轴走没走，国道99，发教学了，一个墨镜，发教学。想学就一个墨镜，发了，教学发了，你给他跳一下了，你给来。一个墨镜，我就保会，换个地方可以，换个地方。也可以跳，可以站着跳看。想学就一个墨镜。3个教学都是墨镜发的教学，这几个大哥看，苏伟大哥这几个大哥看，教学都发到位了。这是专业乳胶漆大哥送墨镜，这苏伟大哥，苏伟大哥送墨镜，一个墨镜3个教学，跑脚保会自己人，没外边，你转就能转3回。I like the alien. Hey, Chris, watch. 大家看一看。哎呦我的娘呀！想学谁送的墨镜？给他亮了灯牌赶紧。小啥？小方哥。哎呀，没有人拉线，咱的功夫都是真实的，都是可靠的。谁拉线哎，大哥们朋友们，咱不能开玩笑哈！咱来到直播间里了，没有人拉线，说真的，咱是正能量主播，是不是？都是神奇，都是牛逼的，是不是？谁拉线？哎呀，没人拉线，没人给他拽线啊！咱看一走一走，不需要人拽线，拽线。谢谢送墨镜的哥哥，谢谢小方哥，我把教学给你发一发啊。看四面看，怎么咱直播都行。不没人拽线，拽线就没意思了，拽线就对不起人，对不起我的观众。拽线就没意思了。给小方哥把教学发一发啊。不需要拽线，你四面看，怎么看都行。小方哥送的墨镜看吗？我给小方哥回关了。墨镜送的墨镜，我小方哥回关，把教学发一发。没有。但是你看教学，你问问小我马上再给你表演表演。给小方哥3个教学发过去。30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
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了，20再发10个，这谁送的铂奖？我的天，这官方这谁？这官方号送的吗？这谁送又送的这个大哥？我的天，又送了3个到位30。这谁这铁锅年代定官方号，我天，大锅地方锅，我的天呐，我的发觉说，铁锅这是铁锅时代，地锅鸡，官方地锅鸡，我的天，我跟你说地锅鸡吧，池州铁锅年代地锅鸡传奇，地锅鸡会吗？地锅鸡官方号池州，我的天呐，地锅鸡，我的天呐，我是地锅鸡嘛，我地锅鸡的老板，没人搁这地锅鸡上跳，觉得这地锅鸡也可以跳，地锅鸡，这个池州地锅鸡，咱给他把叫一把，铁锅年代地锅鸡，知名都是你，哎呀，是企业号，地锅鸡的企业号。
谢谢。你们跟着搞地过机吧，谢谢。20了，再发10个，30个，30个教学，自己人，包教包会，3个教学到位，这是人生，感谢人生哥，你心想事成，财源广进，人生哥，我的天，人生哥，咱过这边一把，人生哥同志，咱放这边，不能搁这边跳了，咱放这边来，放这边，我放这边，你把教学，咱搁这边晾，这边不晾，给我挪地方挪的，咱挪这边来。真正的发酵发酵，我挪这边来，挪这边来发酵咱发酵说要喷那个马路上跳起来，行，人生来，你看人生啊。那个路上喷了漆，他那个漆，你别开玩笑了哈！来，教学发一个，消防人生，这是人生，人生哥，人生哥发一个人生。好，我给你发这一发，我给你回关了，你给我回关。教学给你发过去了，人生哥教学发。人生就是一场梦，教学发吧。想学就一个墨镜。哎呀，自己人，包教包会。20了，人生哥把教学给你发过去了。哎呀，都给你发教学，都给你到位。人生哥的教学发到位了。都是包教包会，你可以私信我，包教包会学会可以私信我，学会私信我，你要不拉了，这咋要弄的这就我靠你，他有下一个。点赞，勾提现，勾什么提现？哎呀，没有人拉线，我不需要拉线。哥们们、朋友们，咱不要带节奏啊！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带节奏。咱这个东西是不带线的。一个墨镜包也包会，镜头转一圈。我是没意思的，转一圈是不是？哎呀，转一圈，转2圈，这个娘的，360度，480度，我转一圈，我转10圈没掉色，我转一圈啥用？哎呀，没有啥意思，但是到位。你学就一个墨镜。包教包会，能学会吗？我的天呐，咱能学会，我是正能量主播了，不要急就不要兔子，别扯了，别笑了。哎呀，小意思，一个墨镜算啥？少吃不赖眼，少吃不。谢谢送墨镜的哥哥，感谢！我天，送2个墨镜谁？感谢直达金米送的墨镜，谢谢，感谢支持。我把教学给你发一发，我的个天！感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沈阳之城，我把教学给大哥发一发啊！
大哥是正能量主播，正能量。你可以私信我，可以聊天，可以私信啊，可以留言，可以留泡泡啊，可以私信，可以留言啊，直杀锦觅。我你会馆的衣服，你看真厉害，美女，看，你会馆真厉害，真厉害，这美女厉害，这功夫，这美女杀鸡功夫，这美女是个厉害，这美女厉害啊，这美女是个牛汉人物，给我会馆没有？最知锦觅，给我会馆，我给你发消息。这个直杀锦觅呢？最知锦觅，你给我会馆，直杀锦觅，给我会馆，我看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直杀锦觅，会馆，直最锦觅，直最锦觅，10岁啊，会馆，是个美女，咱看看这个美女，找到这些，你看，然后有工人也记住，比我也记出来，你看咱这个美女。杀鸡，看，空中悬浮，美女，我把教学给他发一发，教学啊，教学发，你可以聊天，可以私信，我把这个教学发给他，教学我都发过去，给他不了解的，你可以直接私信我，也可以撸泡泡，也可以啥的是吧？什么地球号，20个了，20了，再发10个，这哪个下面跟这店没关系，他累了不想干了，我马上我拉流量下播，好，教学到位，好不好？我不是，我活这边来，我表演，我拉流量啊，好，咱挪过来，哪一个没动了？我说师傅哪一个不动？给我说哪一个没动？我反正我拉流量。哪一个没动？你说，第一，哪一个没动？跟我说，第一。好了，开始正式表演。这个盆子，这盆子扣在这里。想学的一个墨镜，我就会盆子啊。盆子扔在那个路上，这盆子跳，嘿，起，盆子起，起来没有？怎么样？我看一看，起来没有？牛不牛逼？这中间哗，想学一个墨镜，我就会怎么样？起，不带线，你扫一扫啊，给大家扫一扫。这鹏哥送墨镜，哎呀，鹏哥，感谢鹏哥，哎呀，感谢鹏哥送墨镜，鹏哥会，鹏哥送墨镜，感谢鹏哥送墨镜，你会吗？鹏哥啊。感谢我鹏哥送的墨镜，有马大哪呀？什么马大？我给你马大表演。哎呀，跟马大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马大嘞都飞起来了，马大。哎呀，大哥，咱不要带节奏啊！哎，鹏哥20个到位，再给大家这个鹏哥发10个。鹏哥，哎呀，我马上给你表演。我马上给大家练练我的左脚。
成哥教学到位。我给你表演表演啊，3个小时到位了。给大家来个什么手游？哎呀，你看一看，来表演表演，来起。想学一个墨镜，这个叫这个玉米杆跳一跳，厉害，这是牛逼的，神奇的。割木点火，我那个割木点火。谁送墨镜了？东哥送我了，教学到位了，割木点火被别人吓着了。没有人，没有钱。哎呀，有人有钱，割木点火吓着了。再见了，没有说的下播了。家人朋友们，这是卓美如想学的一个墨镜，没有学的下播了，没有精神，没有钱。我跟你说，看一看，不带鸡巴，不带钱。下播了，再见。沈阳城，财源滚滚，万事如意。再见喽。还有学了没有？牛逼！再见再见，发家致富。哎呀，这是神奇的很。来，开播了，在线了，真的是。